归第一首圣诗179首，应当归直圣父上帝。咱请上帝为咱大一下。应当归直圣父上帝，应当归圣子上帝，应当归直圣神上帝，应当归三位一体，应当上帝，应当主到万万世。 咱先来念第一节，应当归直圣父上帝，应当归圣子上帝，应当归直圣神上帝，应当归三位一体，应当上帝，应当主到咱第。 圣上帝应当归三位一体，应当上帝，应当主教。咱来念第二节，应当归直听咱的主祭，咱罪过无下数。 三站，应当落落到万万里，情天赛最落平时，多话应当目标，我落充满有流量，应当上帝。 愿一切应当归伫咱的上帝。这是咱来念第二首圣诗622首。圣诗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
你的计划有大本事，惊代志有大关联。注目看世间人一切会行做，照大人所行的，甲因所做的效果来报应因。咱即马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179首，阳光归伫圣父上帝专守3节。请会众起立。圣诗179首。咱悠闲徛地，咱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顶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过安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煞接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最在使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入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世人忠告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免。啊，这请坐。咱掀开圣诗的后壁面，启应文第49篇。也是以赛亚书55章，启应文第49篇。我来刻，请大家来引。来，喙焦的人，遮有水。来买酒，来买奶。因拿着开钱买食袂得的米。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米通食。趁找着上主的时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
着归应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高遐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高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搁倒转。大赞！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刺僻的所在会发清白。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咱到鸭头来祈祷。万管的上帝，阮正囝儿即马围围伫你宝座前，要来敬拜你。感谢你怜悯台湾欠水的危机，会落雨几若侪日，嘛感谢你赏赐智慧。透过科学家、医生的研究，甲大家全世界大家互相照顾，互听你的囝儿受3年疫情的束缚，渐渐得到头办，重新会当转来教会实体的礼拜。你听台湾到安尼，阮甲你感谢。求你常常来提醒阮，袂记得所受的恩典。南门伫遮说到70年，阮拢是进前侪信仰的前辈、牧长阮的父母、亲人、甲福音的朋友所引带，阮受救赎的囝儿，会当脱离黑暗的关系。会当进入上帝国，来享受福音的祝福。求你帮忙阮，将这大欢喜的好消息传遍阮周围爱未信者。过来几若礼拜有种种庆典活动，求圣神常常提醒阮，会当转去到当初听到天国的道理的时，阮会欢喜快乐。搁一摆来点倒阮信耶稣的热情，阮种种的计划推动在事工的时，求你，互阮会晓向你求讨，来倚靠你，会晓向你来谢恩。嘛，感谢你今仔日引带吴忠明牧师。来南门教会2天的培灵来教导，愿你所交代伊的道理教示，会当丰丰富富，充满阮大家谦卑受教的心。阮咧推动逐项的事工的时，咧计划的时，甲阮在座中，今仔日若有最近人生面临重大的决定的，求你借着讲道，借着礼拜，互阮会当晓悟，会当明白你好的意思。你的话伫遮得到阳光，并且嘛影响众兄弟礼拜后，阮转去逐人的厝，逐人工作的所在，会行达，会当利益阮古田区周围的社区。阮今仔日的礼拜诚侪芳芳的祭，求你来感纳。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主听阮祈祷，
他们家优吉哈，男生4重唱来俄勒，因说俄勒的歌是奔跑不放弃。只战至情敌。
感谢男生四重唱，希望鼓励在座中，咱若最近生活有艰难的时，耶稣拢甲咱做伙讲，一起加油。好，咱来看上帝的话，今仔日有两位，第一位是伫箴言16章第1節到第3節。台语和日本的圣经旧约708面，箴言16章第1節到第3節。新的計謀在佇人，智的應答是對耶和華。人一切的所行，家己看做清氣，獨獨耶和華測度人的心。你所做的，攏着交託耶和華；你所計謀的，就會穩當。第二位，咱來看新約哥林多人書前書第3章，咱看第6節到11節。伫台語和日本的188面，即嘛有 PPT， 我來讀，大家來想來聽。我栽種阿波羅壓水，獨上帝予伊大長。安尼生栽種的壓水的，攏袂算得少，只有予伊大長的上帝若定。栽種的甲壓水的是一樣。若是逐人照家己的條文，要得到家己的工錢，因為阮是上帝的當條文的，恁是上帝所做的園，上帝所起的厝。照上帝所賞賜我的恩，我親像智慧的師傅頭，有下地基，別人起佇迄頂面，總是逐人着謹慎怎樣起伊。因為所下的地基以外，無人會要下別的地基，佢的基就是耶穌基督。今日真難得，咱請台南新學院吳忠明牧師來講道，伊所要講的題目是無事成事。所敬聽的張牧師、張牧師、兩位牧師、牧師娘，以及各在座咱的信仰的前輩4牧師，甲咱南門教會的正中職家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歡喜，嘛真感謝上帝，我還有機會來到咱台北南門教會，佇遮甲咱做伙敬拜上帝。雖然台南新人院的紀念主日、奉獻主日是頂禮拜，為着這個培靈會甲即個奉獻主日也要甲有所分別，所以咱頂禮拜有小可去看到即個台南新人院的影片，甲小可一寡報告。今仔日雖然毋是台南新人院奉獻主日，總是我有緣代表新人院來，佇這個所在來甲咱請安，嘛感謝過去咱教會對佇台南新人院的關心，代禱甲奉獻。所以，較等下佇結論了後，我有緣會簡單佇這所在做一個介紹，互咱擱對佇台南新人院會當擱持續來關心。所以佇這個今仔日照張牧師伊的指示，就是咱是釋教的70週年。這幾個月攏有這個培靈會，每一個月一擺。所以我今仔日的講道嘛，較用培靈的方式，較無用這個。這個以經解經，還是新學院在指導學生去標講道這款的方式，我有緣較用培靈，較用大家互相鼓勵這款的方式，咱做伙來思考。這個題目是無事成事，咱用這個做伙來想，做伙佇這所在，咱佇遮來敬拜吼，咱做伙來敬拜吼。這個 PPT 是毋是會當來甲超好到至禮拜這個。這是真實的，這是較頂下的培靈的主題吼。好，咱擱改換一個吼，不要緊吼。咱教會是到今年拄好70年。這70年的中間，咱會當去領受上帝的恩典，就敢若親像詩篇65篇11節所記載，你用恩典做年冬的冕旒，你的路徑攏有油得滴。
这是耶稣所讲，这是这个诗篇诗人所讲。搁来一个是耶稣所讲，伫约翰福音1章16节，耶稣甲这个行洗礼约翰见证主耶稣的时所讲，就是讲伊对这个恩典的内面，阮拢有领受，而且佫是恩上加恩。所以咱伫说到70年今仔日，就是今年咱教会所要推动的事工，嘛要伫新的日子内面，要有一个新的意义。来展现一个新的展望，所以今仔日我带用圣书无书来甲大家做分享。当然会用圣书甲无书，就是无书在人，圣书在天。这个题目做分享，较毋是用宿命论，毋是，较毋是用宿命论的观点甲原则，毋是用这个，是要徛伫基督教的信仰的立场来思考上帝主权、分工合作。以及上帝要束缚敬畏伊的人的重要，也就是讲，伫咱这70年来，咱计划还是执行任何事工的时，是毋是干来求无事在人，无谦卑转来到上帝面前来顺服伊，来寻求伊的帮助，来达到天人合一、成事在天的这个目的。所以我用这个做引言，咱要用简单有4点，伫遮甲咱做伙来想。第一点。就是回顾加精简哈，我相信咱南门教会的正行者，对伫咱南门教会的历史应该拢足清楚，足清楚。我就无搁伫即个所在来讲起，总是为着要即个承接、承先吼启后继往开来，所以咱嘛爱对过去、现在甲未来即个时间的交接点，咱来了解历史的意义。因为究竟历史是过去，嘛是根源。人若无了解这个历史，就无法度通了解过去。当然嘛，毋知影根源，就无法度通眷顾至今，继续向前。所以我伫这个所在来简单来做一个定义啦。吼，对这个历史简单做一个定义。咱拢知影历史是一款回溯吼。嘛是对过去人、对过去所发生的人、事、时间、地点、甲物件的记忆。咱若要了解历史，需要明白时间、空间甲所发生的事。因为安怎讲这个时间是历史的主轴，这个引言拄则已经讲过，所以我搁对这个所在简单来做一个进行这拄则有讲过这个经节这是上帝恩典对伫咱教会足大的恩典，用这个做引言要紧，我用这个题目就是这3个这个方向甲目标：上帝主权分工合作，上帝要束缚互敬畏伊的人用安尼咱做伙想。当然，咱第一点要来分享的就是回顾甲精简因为爱了解历史嘛我伫这个所在会用这个，互咱知影，就是咧讲。咱对历史的定义也是爱搁知影一下，因为咱是70冬，伫这所在是无简单，超过一甲子。70冬实在是真长的这个日子对遮咱会通看咱若用南门教会来讲，时间就是咱南门教会主轴70冬嘛。若无历史、无时间这个历史就无法度通好成立。所以时间就是咱南门教会主轴。所以我甲南门教会，我今年已经超过63。所以希望这个南门教会设立的时，我迄个时阵在读国民校，总是伫这个开始这个真实的这设的时，我还未出世，总是伫在起这个旧礼拜堂的时，我捌住伫这个所在所以我闻到油漆味，我就想到南门教会，这是我囡仔的第一个印象。这个历史这70冬，就是咱南门教会主轴空间就是咱历史的舞台，咱这个空间就是咱南门教会的历史的舞台。我昨来是有甲中央长老咧分享，我较早囡仔时代来，感觉南门教会足大间的呢。可能我捌伫德成教会牧会过，德成教会是几千个人的教会我看敢若迄个寸尺敢若较细去虽望迄寸尺细，总是人的心是仰望上帝，这是大的，这是无改变的。是可能我较大汉较侪岁捌去经验过足侪代志，所以过来看的是，迄个感受无共款，是安尼定。过来，
咱教会绝对有发生足侪诶事件，就是故事啦。即个故事就通讲是咱教会的即个剧本，有无？咱伫即个南门教会，可能有人伫遮几啊十年，像进宗长老娘，就伫遮足久。这就是人，就是咱教会演员，有无？咱伫这中间有可能是70年前就来，嘛有可能是后来来。拄则我看到这少年的吼，我看这少年的吼，唱歌唱了足好，这拢较后代来，才是演员，有无？过来咱的教会有去过200个礼拜堂，我差不多伫我60几冬的生活中间，有去经验到，咱伫这个所在，咱所有的艺体也好，所以才会用过这物件也好，包括隔壁牧师馆也好，这拢是咱的道区，有无？我想对安尼来定义，咱就会通知影。每一位南门教会即伫这段时间、空间、甲舞台、甲剧本中间的演员，咱经历每一项事，拢是剧本的事件，值得咱用回顾的心情，搁一摆提出申诉。因为安怎讲，透过回顾，咱会当去体验到伟大上帝伟大的作为，搁会当对历史的启示，搁对上帝的启示的中间，得到进前的信心，甲一个开力。因为咱拢一代过一代，一代过一代。我较早伫牧会定定咧主持个别式，我定定有当时拢会甲人讲耍笑，开玩笑啦吼。因为我主持差不多300几场的葬式啦，因为牧会都30几档吼，有主持过差不多200场的婚礼吼。我莫讲婚礼，因为我主持200几场，我所知影18对离婚，我知影，无甲我讲几对我毋知。因为结婚，大家拢总欢喜，拢会甲我讲，牧师我要结婚，但离婚大家走甲无快人吼。拢是人甲我讲吼，我口尾要去形容即个物件。总是伫葬式的内面，我有深深的体会。较早我囡仔时代对伫人的死，也是讲人即个人伫世间，伊做足侪代志，有足侪的一个尊敬。总是我有一个体会，死了后烧出来拢共款，拢共款的。所以我就慢慢有去体会，毋是苏彦文拢袂死，毋是嘛毋是蒋介石总统拢袂死，拢会烧出来拢共款。所以伫这中间，人拢是历史的一部分啦，定吼。所以我用一个例，用一个英国的即个历史学家，即个汤恩比，咱拢捌伊。这汤恩比吼，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了后，伊就代表英国，甲人去讲即个和平，讲即个战后的处理的即个代志。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嘛阁参与。所以，伊即个2摆世界大战的中间，伊拢有参与。伊是一个历史学家，伊捌讲过即段话啦，我感觉真好吼，因为我有读过伊的袂少的文章甲著作吼。即个嘛是值得互咱来思考呢吼。咱彼此来了解历史，因为人不只是生存伫目前的现在内面，咱嘛是生存伫一条精神的河流的中间，所以记忆过去，嘛爱展望未来。所以历史学家毋是干那咧讲过去，是立足现在咧展望未来，这是伊的历史观吼，这真好。伊佫有继续讲即2句话，我感觉嘛真好。所以我甲伊的英文甲中文拢做伫这所在，互咱做参考。历史是上帝行动中伫启示伊家己，即我有足深的即个体会吼。历史是伫上帝伫行动中伫启示伊家己。可能有当时伫历史的中间，咱会感觉太有即款代志咧发生。但是伫历史了后，会见证就是讲上帝有伊的意思，有伊的旨意存在。创行的日无法度久长，只有温柔的人会当去承接土地。我真同感即个汤恩比的即个故事。较早罗马帝国、罗马皇帝迄是足厉害，统管天下。即个罗马城头前当有一条路，迄出去是因出征的路，我家己捌去行过。即个路的边仔拢总是蒙阿波，拢伫下底，蒙空空啦，因叫做卡塔空无。较早基督徒拢爱秘伫遐住的，但是罗马皇帝嘛死到无骨头啊，所以伫这中间，迄阵罗马皇帝真勇，总是伫历史的中间，上帝咧启示家己，迄是暂时，总是这个信仰甲即摆也存在。罗马帝国皇帝死到无半个，过来历史最终局的目的，就是上帝的国度。所以咱若对这咱看去回顾历史，不但会通以古为鉴，更较会通温故知新。当然，回顾主要目的，毋是要
人讲沉醉于过去啦，就是讲对伫过去的日子，伫遐敢若搁咧吼有足济的满足甲梦想，吼，是要为着前瞻继往开来，迈向上帝的国度。伫历史，咱咧回顾应该是即个意义，吼所以咱伫70周年伫遮做即个即个培灵做即个纪念的礼拜做感恩的礼拜。事实张牧师甲张牧师咱会正中级伫即个所在咧计划即个事工，应该是存在即个意义伫即个所在，吼。第二点这是互咱来想，吼，无事就是谦卑仰望啦，吼。拄则咱的长老有读箴言16章1節到3節，即段圣经节我就无搁去讲伊的历史背景，我慢慢搁去分析即个希伯来文伊的字根遮的神学意义，吼。我想讲，我用背灵式的，就较莫搁用神学的，是用即个以经解经的即个方式。所以，即咱伫网络的中间会当搁进深去看即个圣经节。总是伫遮咱来甲看吼，即几节圣经节是所罗门箴言的第一集，吼，第一集。即个16章33节伊的经文是咧回应16章1节到3节的教示，所以伫即个中间，即个就是作者伊用对比甲反义的技巧，伫描述魔术在人的背后一定有成事在天，才会当有成就大事。若无法度通成就任何的事。这是圣经足大的记载，当时的智慧人甲文士，伊用安尼，就是咧做一个表示。所以，即个神学甲即个背景，甲即个希伯来文，我就无搁去解说。所以，用即个咱来看，咱台湾话有一句话咧讲吼，其实即句33节，我都有讲过，即个33节有啊，签放伫人的身躯，但是定着是12后花。即个圣经节是咧回应即个代志，即个是事言，即个是结论，有无？咱甲看伊的对比，安尼吼。其实即个圣经节伫台湾的俗语嘛有啦，台湾的俗语就是咧传释即两个圣经节。咱台湾话有咧讲千算万算，毋达到天一位，有无？千算万算，毋达到天一位，咱拢知影即个代志吼。千变万化，毋达到造化。即咱拢知影，即台湾俗语，过来人在做，天在桥。对遮遐圣经节咧表示，其实伫台湾话俗语拄好咧传释即个圣经节，所以伫即个中间，甲箴言所讲的即个魔术在人，甲成事在天的意思不但共款伫讲顺服、倚靠甲仰望上帝的重要。我用一个例来由言来回应来简单去。来讲即个故事，嘛会当来回应即马即个俄罗斯甲即个乌克兰的战争，包括中国甲台湾即款的紧张，咱对遮会当了解，上帝是历史咧启示伊家己，毋是咧启示即个普丁，嘛毋是咧启示习近平，毋是伫历史上将来会记一位，所以我用即个例来做即个回应，互咱来伫遮来思考吼。咱拢知影拿破仑这个人，伊有足济的贡献，是18世纪末甲19世纪初的欧洲的这军事奇才。伊所带领的军队甲希特勒要差不多啦，因两个要差不多。伊到的所在差不多，逐个人拢属意着对，就爱甲进贡，甲当做伊是时代安尼啦。所以伊用这个武力，伊重武力，嘛重法制。伊嘛废除封建制度，伊嘛取消这贵族甲特权文化，这是伊的特色，这真好。对伫当时的欧洲是真大的贡献。嘛讨棒农奴，就像咱的经济有基点，差不多有这款的意涵存在啦吼。当然，这个讨棒农奴有伊的历史这个背景。咱的经济有基点有当时的政治考虑，嘛有了来到台湾。这个政府会足济，因为我毋是农业专家，迄可能爱问我的阿兄伊较知影吼。伊是足好，搁推展这个拿破仑的这个发展，这是伊足大的贡献，总是足遗憾。伊足有贡献的时吼，伊有一个个性，就是咧讲伊行事的风格，敢若魔术在人，伊无去思考个成事在天的道理，
一意孤行，后进入野心，后来证了伊日后失败的这个原因。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伊统治欧洲，甚至这个即马咱讲俄罗斯啦，俄罗斯嘛叫收拾的，所以就定一个大陆的组织的一个经济单位。伊统治这欧洲大陆，但是英国隔一个海，伊无法度甲统治，所以伊对英国是有够讨厌的讨厌。其实我看希特勒，伊咧行路线，都甲伊差不多英国伊嘛无法度伊迄个时阵，拿破仑时代是还无飞机，希特勒是有飞机，但是嘛英国无法度叫伊收拾，所以拿破仑真生气，伊就甲遮所有伊收拾的国家拢甲因讲，咱用一个大陆的组织法，有一个经济单位，咱一定要用经济去甲封锁英国，所有的农产品拢袂使卖予英国。但是咱知影，这个俄罗斯即摆叫做 Russian， 较早 Soviet Union， 这个我捌去遐讲课火是足大足大，我有去2个所在啦，一个叫莫斯科，一个叫做圣彼得堡啦，即后来改名叫圣彼得堡，迄是足大，有够大个所在，伊遐足侪农产品嘛，无度通销去英国，偷偷卖，哇！即个拿破仑足生气，调见因的大使，来甲伊讲5万恁袂使阁有即个代志，恁若无要听话，我就派兵来甲恁对抗安尼啦所以伊就调即个俄罗斯的大使，俄罗斯的大使伊就派来了伊上我讲莫事在人成事在你上帝。陛下，请你思考一下，莫安尼，莫生气，你嘛互阮一个生路啦，安尼啦。拿破仑甲因安尼呢，我要互你皇帝知影，谋事在我，成事嘛在我。这个想法拄甲普丁差不多，这个想法拄甲习近平差不多，这个想法甲希特勒拢差不多，这个想法甲日本时代东条英机也拢差不多。伫历史，上帝咧启示家己，遮拢是变做万恶的罪魁。当然，伊毋是种囝人，毋是种囝人所以伫即个中间，会当互咱知影，拿破仑安尼讲了，伊嘛毋信。1812年，伊带60万的大军去征服迄个俄国，结果短几个月，因为寒，因为枵，因为破病，死足侪阿兵哥，拄啊甲希特勒拢总共款。经过即个战争了后，伊的元气大伤，注定滑铁卢的失败。所以拿破仑了后，伊当体会到，都无任何事应该用思考上帝。上帝咧启示家己同款。所以我真相信耶稣所讲的有一句话：温柔的人要承接土地，温柔的人要承接土地。温柔的人，这土地意思毋是干那一片土地啦，包括所有咱会当得到上帝恩典甲祝福，包括政权等等，这互咱去思考。那第二点，咱这反省了后，咱倒转来思考，要安怎去做，要安怎来面对，互咱的教会会当伫70年后了后，阁有另外一个70年，会当伫迄个所在来荣耀上帝，来创造历史统合众校彼此互相我伫这所在简单来讲，这个统合众校的这个意思咱中间足侪医生，嘛足侪有医药这个专业的会友我对这个统合众校我本来拢毋捌，后来拄伫高医有参与着一寡IRB 的审查工作兼课，佮有当时我去看迄药耐受性啦，伊个互相的效力，我才知影药这个药甲这个药做伙，有当时会小克呢。但是这个药甲这个药做伙药效加足好呢。我才知影这叫做 synergy， 这叫做统合众效。我才知影这个概念我简单分享其实圣经内面拢早就有箴言在1章14節，伊有讲无智谋，民就落败；无事若濟，人就安居。15節甲15章20有講，若無參詳，所謀無效；無事若濟，就會當成效。其實這個佇希伯來文這兩字，我無教希伯來文在遮，因為希伯來文無好讀。伊迄是迄個中東迄個語系對正手邊，大家倒手邊，我無甲列落。其實伊這兩個意思，無事甲智謀
加起来就是一个 synergy， 就是一个统合众效啦，就像药啊啦。这款药啊，甲这个药啊做伙吼，你若有去思考好，落到底效果继续好，有无？这是这个意思。所以啊，这个意义是咧鼓励啊，群众也好，还是团体领导者也好，爱参与团队的服侍者也好，伫任何时阵，就是讲，我有我的功效，你有你的功效，啊，咱要甲人讲掠长补短，啊，免怎来做伙合作？啊，你当我都通发挥我的不足，你的不足，后来互相效力，是有这个意思伫底。这个嘛是耶稣有讲到。啊，所以这个意思伫咱的华语内面有这个意思。我彼此合作，专业分工，集体领导。啊，这个就是啊，敢若亲像古早时代吼，大家做伙来，3个臭皮匠胜过1个诸葛亮，是有这个意思啦。吼，因为我较早伫德信教会牧会20几冬，我有团队，我知影我家己一个，无都通做啥物大代志，因为我有我的有限，有我的不足，啊有我的这个看袂到的面相，啊，我就邀请足侪同工来，啊，牧师也好，干事也好，做伙同工，这是一个synergy的这个意思吼。所以讲到这啊，这个 George Bush 吼，这个咱拢知影，最近过往吼，老布希，伊做总统的时，伊有发表这个看法，伊讲对关键的事务应该整合，对重大的事务应该求变。啊，对所有的事应该宽大，这是伊的较好的理念啦吼，有做的理念。所以伊用这个甲伊的内阁，甲所有的美国人民做伙来勉励。所以布希总统这个故事，到即马，大家人拢还阁真少年。虽然伊到尾吼，伊敢若阁继续选，敢若选无到的款吼，叫克林顿赢去。啊，迄年克林顿赢去，迄年我拄伫美国读册吼，我的印象有这个印象吼。啊，所以个人集体领导的方式已经过去，现在社会所讲的是个人领导的方式过去，即马是集体领导、专业分工、彼此合作。圣经用安尼在讲啊，嘛有足侪学者咧讲，政治家安尼讲，啊嘛有一个专门在研究即个人类潜能的导师 Stephen Covey 啊，虽然伊是一个摩门教徒吼，啊总是伊讲的，我感觉真有道理啦吼。嘛真有道理，伊讲这段话，我感觉真有意思吼。伊咧讲，个人的成功是对团体所造就来衬托出来吼。啊，公众的成功往往是对个人的努力集合而成。啊，无论是个人的成功，还是公众的成功，主要的关键就是伫整合、求变、甲宽大、统合众效。我真同感呢，我非常的同感吼。我即马家己伫学校带领团队，我有即个真深的体会。那逐个人拢无爱替你做，你就空骹翘啊！一个人我都包山包海，啊，逐个人做伙来包山包海，逐个人做都会使。所以 Stephen Covey 因当主张，即个统合众效，就是用全体大一部分的综合的自然的观念所发出。伊最主要是咧提醒人无事在人的时，人需要彼此互相团结合作，掠长补短，啊有即个宽心怀，啊来听真侪大众的意见，了后等我都成事在天。这是即个，我想咱对遮咱会通去理解即项事，这是咱的方法论吼。当然，方法论了后，咱有一个就是意向，安怎来做，咱做伙努力。我伫学校嘛，一直拢在努力即个事，在学习即个事，包括较早咧牧会嘛共款。这段圣经咱拢熟悉，我都毋免去讲啊，即个保罗伊写配合哥林多教会的一段经文，迄是对因的鼓励。嘛咧讲人需要知影家己的有限，要安怎知影一切是对上帝来吼。我定拢讲一项啦，我昨培灵的时候讲到一项吼。即马全世界足侪类宗教，伊举，比如讲伊基督徒吼，举基督教还是举啥物宗教吼，举这做基啊。但是伊最主要伊的目的，毋是要带人去上帝遐，带来伊遐好诶啦，有钱啦、权啦、名啦、色啦，拢总伫伊遐。即个韩国诶都有啊，台湾嘛有啊，咱拢知影。我家己做牧师，我知影人的有限，我是要甲人带去上帝遐，毋是来带来到我遮，因为我有我的有限。我拄则有讲过，我主持足侪个别式，
去烧出来吼，无论伊偌水偌大吼，生做偌漂撇，也是讲伊着岩啥物烧出来拢差不多呢，拢共款呢，无讲伊做较大生出来就较特别的，也是讲舍利子呢。即马温度遐悬，我阁毋捌看过，我毋捌看过基督徒舍利子，我敢若知影有会友交代讲，伊要放啥落，迄个袂烧，一烧出来阁共款拢好好，敢若有迄个物件吼。所以伫即个中间，保罗有讲，我栽种阿波罗压水，但是上帝互伊大长那嗲。人的成就毋是个人，上帝是透过即个人去成就伊要委托伊的事工，安尼那嗲。所以人会当栽种，会当压水，无法度互伊成长。会当互伊栽种成长的因素是上帝，所以保罗毋但一再强调口才真好，伊也要报道人增加，但是这嘛毋是伊个人，嘛毋是阿波罗，嘛毋是任何一只外在，就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若无落雨，拢免做代志啊。所以伫这中间，互咱知影这是一个天职的一个概念。所以伫即个圣经的中间，我又愿用一个例即个 Max Weber，Max Weber， 咱拢知影伊是即个在探讨清教徒甲德国社会甲经济学家即个 Max Weber 我先讲即个，互咱看即个 Max Weber 是即个人即个1864到1920年，这是伊即个生活年代，伊有讲过一句话啦，即段话嘛是咧传述拄则保罗所讲的伊咧讲近代企业的资本所有者、经营者、专业人士、高级技术人员，大多数拢是基督教、加尔文教派的信徒。这是因为坚信一款天职观念，天职就是一切是对上帝来伫现实的生活的中间认真工作，嘛是荣耀上帝的做法。每一个职业拢有同等的这个尊严甲价值。趁钱嘛是荣耀上帝，为着要达到这个阶段的人，必须要入世苦行啦。这个意思毋就是讲，这个意思毋是讲你袂使去看电影，袂使去享受，毋是这个意思，就是讲变好分别做性培养合理的性格，来克服人的本性，来压制自然的冲动，对伫整个人格做有系统的控制，来挖靠上帝意志，合理的过组织的生活。伊得强调是安尼，所以对于 Weber 伊的研究会当看出，仰望上帝，甲上帝同工，合理过组织的生活，就会产生无限的意志、的能量甲超越巅峰。若反转来讲，敢若挖靠家己，会当包山包海，无啦，会像希特勒，会像希罗希多，伊讲伊拢袂死，嘛是死啊，有啊，日本天皇有啊，遐古早时代罗马皇帝死到无半个啊。逐个人拢会爱面对这个，独是上帝伫历史的中间启示，家己咱所做的，会当互上帝伫迄个所在伫遐讲好个尽忠的萝卜，这个是永远存在啦，这是安尼所以信仰甲行动会相得益彰三德一彰，才有法度完成上帝所托付的使命所以伫培灵的时，我需要用这个来甲咱做分享，就是这个原因。我哋再来做结论结束咱今仔日的这个信息所以我简单搁伫遮讲一项，后来搁呼吁一项事无事的时爱彼此互相团结合作，掠长补短这个心胸爱阔，博采众义，祈求上帝带领，才有法度成事。正嘛，我即马一个真深的体会，我家己过去伫教会带领真侪牧者、干事中级。我知影，我若要安尼独断孤行，可能表面上人会好，背后嘛有人袂甲你配合。你若一只车真水、真好走，伊甲你一个链仔的螺丝，甲你头绑两支起来，你驶出去，迄个链仔落去，你就讲假桥啊！我足深的这个体会，所以这是这个要安怎做伙同工的一项，但我都去成事，这是一项所以。无论咱是南门教会，还是咱个人，毋单是一个组织的有机体，是活的，佮是生命的有活命的，活靠上帝，才会当不断成长，来焕发出生命的活力。这个意义，就是拄则咱今仔日所讲一项事，教会下底绝对有组织，中执会各团契遮的 member 遮的业员都是组织。
教会绝对有事工，啊有计划，啊有啥物款的咱的事工咧进行，这就是有机体，吼。啊，伫有机体中间，有当时咱会卡着一项事，就是这个有机体，咱若是要，互永远拢像伫盆栽，安尼若伫咱就甲种盆栽，袂大，啊，就安尼就好，看水，吼。我无回过程，我咧经验过呢。我教会较早对300个尽量到500个到600、700、800个时，都会有甲我讲牧师，教会毋通遐济人啦，地动咱一日3楼，看免哪走，吼。过来讲牧师，咱教会会当差不多设计500-600个尔，即摆遮济人，大家拢无熟悉，无感无情，毋免遐济啦。我一直袂理解，我一直袂理解吼。我就是要因讲，我若来300个，即摆佫剩200个，你安尼讲。我来去体会到，我当去德兴教会时，都有迄个外教派牧师讲，牧师爱记这项事。教会咧进步时嘛，人无欢喜。我教迄代志，因为伊的地盘向占去啊，伊的身份感无遐，向稀释呀。我体会到，我知影这项代志一定发生，但是迄是人，无要紧，伊的意见嘛，互我做参考。所以组织甲有机体这个概念来想吼。当然，这个树若要较大长，就甲这个骹摕掉，甲种大。这个土骹，这个生态吼，生态的一个青啊，当时这个种大青啊内面嘛是爱修正，嘛是爱组织去管理啊。你若组织无去管理的时，哇，这个人都做皇帝、做王像独裁，所有代志拢有咧管，安尼食力。所以组织甲有机体的观念吼，所以我伫这个所在就是站骹就下，毋是站骹就下吼，削足适履的站骹就下啦。我看到一个鞋足水，哦。有够水，我有够介意，穿落伤细双。我就倒来咱教会去找偌张咯吼，甲我的骹就我甲开哦，较细骹咧，就穿一双鞋，迄本末倒置啦，本末倒置啦，应该是搁做一双合理的骹鞋，吼，咱会通知影即个事。所以伫教会咧发展的时，即个观念嘛应该爱有啦吼。教会是一个有机体的组织，总是组织是为着有机体来设立，有机体毋是为着组织来存在。我相信，我用这个讲的，就是伫结论的中间，互咱的70年有一个方向，佫有一个大家做伙思考，嘛欢迎有机会甲牧师也好，也是讲我有机会也好，咱会当做伙讨论这个事工，我会当提供淡薄我的经验甲心得吼。所以咱今仔日主题经节就是这两节，咱转去的是这两个主题经节。咱嘛会当搁对迄个网站有一个信望爱网站，有啊？迄个网站的版主就是德兴教会会友，内面会当看希腊文、希伯来文，有足侪世界各版本的圣经节，会当对遐去看。咱毋捌希伯来文、希腊文，无要紧，迄内面解说会足清楚。所以今仔日伫即个信息中间，只有短短几十分钟久，我用安尼甲咱做勉励，我嘛得学习家己，要安怎往前来行，安那嘛做伙。努力来用所在标来跑走，请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互阮伫南门教会成做一个家庭，毋是偶然有上帝你特别美好的旨意。全世界有780亿个人口，阮会当自就伫台北，佫会当伫南门教会，这是何等的福分！愿上帝互这福分真正会当互阮去知影，阮的无事一切的事，这个代志的时，愿免啊成事，就是。对上帝你所赐予阮领受主你的恩典，所往所在标来跑走，照你所予阮的这个圣经所教示的道理，阮从今日所讲，搁一摆献做一互你，愿主你欢喜甘纳。安尼祈祷、感谢、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用圣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请大家起立，有3节吟全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奔过今世曠野地。我真愿用你大权力，永久抗我无犯罪。天的美牛，天的美牛，求你紧紧拥起我，求
遐济报告第一项，教会消息第一项，奉献，请嘉宏执事甲林敏执事。奉献的诗，请大家起立。遐济教会消息第一项，今仔日真欢迎大家来做礼拜，嘛多谢台南信行院院长吴东明牧师来担任咱即届3月份培灵会的讲员。那无彩昨无来，感觉无彩，今仔下晡1点阁有吼。咱即场礼拜煞伫地下室有简单的食物，请大家若时间会拄好，请大家留咧。咱下晡1点佫开始第3场的分享。第2项通知就是顶礼拜周报有讲后礼拜日早华语礼拜有暂停，即马大家参详了，感觉是佫继续较好势，请有参加第1场的礼拜的兄弟，8点半佫开始，同时嘛有圣餐礼，嘛欢迎第2场留落来参加迄个咱缅怀信用敬拜的礼拜，欢迎。第3项是后礼拜下晡有倒球的比赛，请大家会当来参加，大家斗热热，伫1楼的公报栏遐有，今仔日应该是会当去报名。第4项是后一季的时间有定表，请还未安排好势，会当较紧摕来办公室。第5项，即礼拜5，妇女团契甲双联团契有合办要去一日的旅游，有报名的兄弟，请佮提醒会记哩当日8点伫教会集合上车。第6项，也是要请牧师来补充报告，请牧师来，即马来补充报告。我既然起来先，毋知有需要我介绍的贵宾伫咱中间无？
代表教会，咱先甲吴牧师道谢。咱知影台南新人医纪念主日都伫即个月伫台北，所以足无闲，爱伊专工半工伫咱遮甲咱分享，咱多谢吴牧师，咱拍拍多谢伊，谢谢。几项提醒啦吼，第一项提醒，头先蔡长老有讲，咱后礼拜中秋主日，咱进入伫受难周，然后4月初9就过活节，所以后礼拜咱有要守圣餐。本来讲第一场礼拜要暂停，即马讲华语礼拜咱无要暂停吼是连假，所以迄天咱4月初2，如果你习惯参加华语礼拜8点半，咱也有华语礼拜。然后第二场咱10点半，咱除了有圣餐咱有一段时间要来悼念咱已经先安息伫主怀即个信仰的前辈短短时间一个。所以是4月初2，因为是清明节，也是过活节的前夕，咱伫遐来悼念因。后礼拜较无闲，煞了后，就马上要举行乒乓比赛。乒乓比赛即届报名不止踊跃，今仔日最后一届报名，拜托你报名一定爱出席吼，你莫凊彩报咧，你后礼拜就无来吼。人要排赛程会非常困难，所以你一定爱报名，有报名你一定爱来。除了选手以外，如果你后礼拜下晡无啥物代志，你想要留咧阮囝要比赛，我要做啦啦队，请你拢登记，有登记名的人才有中昼的披萨通好食。你若无登记名，请你外口食7点才搁倒来参加。所以报名迄拢需要吼，这是后礼拜咱规工的活动。第三要讲的就是4月初9的代志。4月初9，请咱会记哩，迄天咱10点要开始礼拜，因为是过活节，所以伫迄天，迄个第一场无吼。4月初9过活节迄天10点，请咱会记哩10点，毋是10点半。分做2部分，因为是过活节，圣歌队已经锻炼足久，因要用第一部分用过活节赞美礼拜的方式，然后第二部分进入伫70周年。70周年咱有真侪活动。包括咱逐个人手抄圣经，咱要呈现，然后咱也要介绍，逐个咧登记迄领70周年的纪念衫。较可惜就是迄天也无人摕到啦，因为咱量太侪咧吼。毋过迄天会通展示，咱有少年的设计真有意义的即个咱70周年的 logo 吼，伊要介绍，互咱知影即个 logo 对咱70周年以后意义。然后也佫有要分一本70周年纪念册，咱要乒乓比赛的颁奖，咱要接纳一个教会内底较软弱的肢体，复合教会做咱的伙伴教会，所以后半段有遮做咱宣教的条件。迄天4月初9迄天，教会有为所有人你免报名，请你留咧，咱要准备餐盒。餐盒，咱大家做伙伫遐。检察官已经有寄一寡去邀请以前伫咱南门教会做礼拜，即马可能过去伫外县市的，也是讲去伫别个教会，即个南门桥，54月初9，大家拢倒转来娘家，甲咱庆祝教会70岁生日。我也拜托咱大家，你若会当，你知影讲某人以前捌伫咱教会，即马足久无来，也是伫别个教会。4月初9，请你倒转来，甲咱庆祝，来颂颂上帝恩典。迄个电子档的文宣，拜托你送吼，你知影讲某人送互伊。我已经送一寡，有几个以前的青年，因讲因尽量要安排倒转来，所以迄天咱有一寡真久无看到的朋友会倒转来咱遮，所以伫迄个做伙食中昼以后，无一定迄个下晡。各团结也是恁大家较熟的，大家会通搁伫迄个所在来开讲，所以是4月初9，咱会特别的活动拜托咱大家到伫即个中间通过培灵会，互咱看见教会即个新的意向新的使命，继续来拍拼安尼甲大家报告。多谢咱，请咱今仔我教会有准备简单的中式咱刷了后，咱就去地下室简单食一个中式了下晡。较无时间的限制我相信吴牧师更加精彩的即个
专讲要甲咱分享，所以请咱大家来一同尽量努力做伙来参加下晡7点第3场的培练会，多谢。另外，关于着4月初9的礼拜，一寡事务性的福利啦，就是咱甲台电一定讲好势啊，迄天会当停伫南昌街的停车场。过来，具体的交通的消息啊，一个较毋甘的吼，咱大领洗的会友啊，伫3月初7安休主怀啊，伫即礼拜2、3月28早起10点伫二滨有举行告别礼拜，啊若请大合有好势的兄弟，大家来去参加，嘛为着遗族来祈祷。另外，社区的服务甲台岛的事项，啊，请家己过目啊。啊，若奉献的迄个报告若有重大的，啊，请无客气啊，甲阮讲，啊，甲办公室通知。好。最后上映390首，学老天父万福本源，上映煞请乌牧师祝祷。天父万福本源，愿连结大仁爱交争。乐耶稣上我罪我中保将你万关。乐相信感化罪孽，救赎怜悯。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特别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南门教会的牧职团队、干事团队、中级团队以及正兄姊妹所计划的事工三甲伫地，也甲台南新学院所要推动要紧的神学教育的事工三甲伫地，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电乐线，咱遮起身。